乡亲继续来看国际反禁药组织通知中华奥会要来公布使用禁药的选手的姓名，讲这个其中嘛包括着中华队亚洲链的奥运金牌选手柯淑净。柯淑净是伫2017年参加世界亚洲链锦标赛进前，接受中华奥会禁药的检查是阴性，也就是无食。但是国际反禁药组织认为柯淑净的生物数值无正常，怎用更加精密的仪器做进一步的检查，结果认定柯淑净有用药。事后柯淑净封禁赛3年，讲因为柯淑净当时为着要参加世锦赛，压力伤大失眠了，误食着有含禁药成分的安眠药。另外，这个柯淑净伫2012年甲2016年摕到的2块奥运的金牌，暂时无受到影响。